人被你拋棄，就算了解而分離，不願愛的沒有答案結局。哦，不夠時間好好來恨你。終於明白恨人不容易，愛恨消失前，用手溫暖我的臉。林總，謝謝林總昨天給我組的局。這麼高興啊？情況怎麼樣嘛？我和他成了。什麼叫成了？我鄭重地告訴你，他已經是我的男人了。这么说，我应该祝賀你了。但有句話我要跟你說清楚啊，你們倆呢在公司裡談戀愛我不管，但是記住，千萬不能影響工作。謝謝林總，我一定會更加努力的工作的。還坐着幹嘛呀？還不趕快工作去？好的。怎么了？你是又无聊了，还是又想我了？我想你啦。你算算，你这一上午都进了多少次了？我今天跟林总坦白了，他都表示贊同了，还有別人會說閒話嗎？他知道了。你跟他說的？怎麼了？你不開心啊？我跟他已經說好了，在公司其他人面前，我會假裝什麼都不知道的。